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稳定，甲咱做伙伫地。1992年的时阵，真侪国家做一个会议，然后定出来叫做全球的环境日、世界环境日。然后2007年的时阵，中国教会总会就定6月的第一主日，叫做环境主日。定这个日期，人咧定这个日期，其实有过去的人的智慧，以及咧提醒咱，真做一个基督徒，真做一个信仰上帝的人，咱爱会记真，咱不只是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真做一个上帝信徒，佮爱注意到。嘛，毋那是咱甲人中间的关系，搁较要紧的是，上帝嘛咧提醒咱讲，咱甲咱活地的这个环境、这块土地的关系是啥物货？所以透过这个环境主日，其实是咧提醒咱，咱怎样甲上帝所赐互咱的这个世界有关系。伊爱咱甲这个世界有关系的意义伫倒了？那安尼，咱活伫即款的世界内底，咱怎样互咱所伫地所在变做上帝看做遐通意爱的所在？我相信这是咱现在活地的人爱好好去思想，这嘛是咱的挑战。所以，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将咱所伫地所在画出迄个，互上帝看做遐通意爱的所在。请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，互阮也提醒阮知，阮是属你的子民。求你甲阮做伙伫地，帮助阮，互阮知。阮毋那要甲你有关系，阮也甲阮四周围的人，以及阮所伫地的土地，这个世界有关系。求上帝帮助阮活出一个，互你看做遐通意爱的生命，也帮助阮，互阮这个世界也活出，亲像你看做好的款式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南美洲有一个所在叫做亚马逊，迄个亚马逊的树林，这座树林被称作地球的耳，因为这座树林是咱规个地球。土地顶头咧吸收二氧化碳，转做氧气上多的所在，拄好行即座树林，全世界都有20%的氧气，对咱咧呼吸的氧气，20%是对即座树林所制造的，听有意思吼？所以毋通只有想讲哦，伊远伫南美洲安尼尔。所以即座树林互人称作地球的耳，因为安尼即座树林对地球气候以及减慢温室效益真要紧，存在即座树林。存在其实是真要紧的代志，总是到现在，这座树林其实已经接近气候的临界点。因为过去的40年久，巴西境内所消失的树林已经接近西班牙迄个大，跟那西班牙遐尼大，这个国家遐尼大。像是有20%的树林受到破坏，真侪
有到40%的树林，因为气候以及人的政策来失去原本的样相。咱爱知影，当上帝咧创造这个世界的时阵，伊爱咱充满全地，搁治理全地。神啊，甲对咱讲，治理确实对过去到现在，神啊，甲会解说，拢通解说做经造，或是开垦。总是上帝咧创造的上时，其实也将迄个地赏赐，不止赏赐互人哦，嘛赏赐互地上的走兽。所以人无应该为着家己的政策霸占甲夺走其他生物生存的机会。人需要甲正生物来共享这个地，这才是上帝创造原本的意思。那安尼，所以人应该爱负起责任，彼此节制，唔通侵犯着其他受造物的权利。总是这种霸占、霸权、强占的心态，唔能发生伫人甲土地中间，实际上人甲人、族群甲族群中间，搁较是常常看到。就亲像咱今仔日所读到的这个圣经同款。出来记记第8章20节是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明早起，埃及王会去尼罗河，你着徛伫伊的面前，对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放我的子民离开，去敬拜我。伫遮，上帝互摩西一早起就去河边来见法老，这互咱联想到第一灾所发生的情景。第一灾其实嘛是安尼，就是这10灾内底第一灾嘛是安尼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真明显是作者真刻意的安排。是安怎要安尼安排呢？有真侪猜测。犹太的列比甲现代的学者比对这个前9灾，认为是用3个灾的做一组，3个灾的做一组雕工的文学形式。然后，所以咱顶礼拜其实是读第一灾到第3灾，这礼拜是读第4，爱真多谢咱的师会长了，真辛苦来读较长的经节。总是安尼读，其实是要帮助咱，互咱会当分出这3个灾号。第一灾到第3灾，通看做是上帝较赢埃及的神明。第4到第6灾，咱等下会读到，咱会当看做是上帝要分别属伊的百姓，所以咱等下会读到真侪分别哦。开始这个灾的，唔单是所有的人拢拄着，是开始有点仔分别。出来记记第8章21到22节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你若唔肯，我就要派规群好神飞来你遮，伫你的人神甲人民的身上，搁入王宫、埃及人的厝，甲因大的所在，嘛要有规群的好神。迄日，搁落去吼，来做伙来读来。迄日。我要将我的子民徛起的高山地区分别出来，伫遐无规群好神。我安尼做，是要互你知，
我上主是全地的主。咱来知影传统信仰的神，通常拢管一个地方尔。咱若去路边有看到庙，真侪庙拢叫做土地公。随上咱边仔嘛有一个叫做土地公诶，这个博物馆咯，吼，就伫三民路顶头。土地公馆诶有一个地域，听意思吼？传统诶信仰，咱看到台湾人迄个传统诶信仰，迄个神吼，拢管一个地所在尔。啊，有的神阁行管某一个行业，了解吼？事实上，这种想法是足古早的想法，所以对古早开始，人就安尼想：迄个神竟然当管这个尔，迄个神竟然当管这个尔。所以表示啥物话？这个神拢有地方性。传统的信仰，实际上古早的信仰就是安尼，所以法老会当承认以色列这群人因有神，会当承认检查因这个神有关联，总是法老应该无法度接受以色列的神伊的关联会当来到埃及，听有意思吼？法老应该拢会当接受，总是伊无法度接受的是以色列的这个神，既然伊的关联会当来到埃及我所徛起的所在，总是上帝透过安尼咧直接宣告，伊讲这个呼神来的目的是爱互法老知影，上主是全地的主。对这个灾害开始，以色列上帝的子民开始甲埃及人、法老的百姓有所分别。上主用河神，还是用一群的虫、歹物仔来惩罚埃及，总是上帝子民所伫地所在地一只拢无。翻译做河神，原文叫做混杂，也是正群的意思，所以意思就是指一群。咱爱知影河神是只是会互咱困扰尔，对无？吼，都河神做多吼，互人困扰，所以伊的意思是困扰人，也是互人身躯会痒会痛。因为河神伫埃及时常看见，咱现在去到埃及，嘛会拄到真侪河神，所以这项代志，这个翻译其实并无问题。总是有神学家坚持应该翻译做海棠就好，因为伊毋是咧指某一种歹迄个河神尔。上帝降伫埃及的灾害，对尼罗河的水开始，然后伫第三灾开始扩展到土，然后现在连空中也变做上帝掌管的所在。听有意思吼？河神甲遮个拢无关系哦，伫空中。拢变做上帝掌权的所在。上帝是安尼讲，出来记第8章的2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要将我的子民甲你的人民分开，明仔这个新日一定会发生。上帝要实行伊的话，就亲像雨马落伫大落。用什么形式来落，拢伫上帝的手中。所以，这几天开始咧落雨，咱看到真侪气象专家讲，哇，后礼拜会落真侪雨。
安尼到底是因变的，还是上帝变的？听有意思吼？咱现代人拢会一个误解哦。咱想讲，咱观察到即款的现象，这就是人真厉害，我会当观察到，甚至讲出来。总是上帝要哪落，其实是上帝的主权，敢毋是咧？人想讲要控制，倒遮简单。另外，事实上，出埃及记第8章的23节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因为这字的分别翻译做分别，其实是救赎的意思。原文是救赎的意思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上帝是安尼讲哦，伊讲伊透过这个好神的灾害，是伊要救赎。然后透过属伊的百姓甲法老的百姓分开的原因，是上帝要透过安尼来救赎因，来赎回因。所以当明仔载一日到，上帝就照安尼做。所以出埃及记第8章的25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。的埃及王叫摩西甲亚伦来，对因讲：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恁去伫我的境内，恁的上帝献祭。这是第2摆，法老主动叫摩西甲亚伦来，伊开始同意部分的条件。恁会当献祭，不过只会当伫埃及的境内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嘛算做是法老伊咧谈判的手腕。出埃及记第8章26节，摩西是安尼答应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应伊讲，安尼做袂通，因为阮要献予上主，阮的上帝的祭物。埃及人看做禁忌，阮若伫埃及人的面前用因看做禁忌的物献祭，因兼袂用石头甲阮钉死。摩西是安尼讲是啥物意思？原来古埃及人因看这个牛甲羊是做神。有点仔亲像现代嘛，真侪印度人看牛做神共款，有点仔亲像。总是真歹势呢，以色列人献祭是献牛甲羊呢。主前第1世纪的犹太人讲经解说是安尼讲，因讲埃及人的神有形象，总是。这是更加根本、更加侪的解说。伊讲总是以色列人去迄个看袂见的上帝来献祭，所以埃及人对根本上就厌恶以色列人的献祭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法老是设一个陷阱，要爱护埃及境内。两个族群来对立，听有意思吼？无恁伫遮献祭嘛？讲真简单，总是伊透过安尼，其实是要借别人的手来下杀手。摩西直接来讲破，你囝要成全阮，其实是要害阮，这无可能，无照阮的话就准拄煞。所以埃及王刷落才会安尼讲，出埃及记第8章2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埃及王讲：我允准恁离开，互恁伫旷野上主恁的上帝献祭，毋过袂用得去上远，佮恁着替我祈祷。到这虽然法老的
的态度开始让步，总是对伊讲我温尊恁。其实这句话佫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势，听有意思吼？是我哦，是我温尊恁的哦，我温尊恁离开。总是这句话的上尾，伊却因讲啊，总是恁爱替我祈祷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对这句话通看出法老心内底的转变。伊开始相信以色列的上帝有关联，伊开始嘛期待会当得到这位上帝的保护。出埃及记第8章29、30节，咱做伙来读摩西的回应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讲：“我要对你家出去，上主祈祷，求伊互规定好神。”明仔离开埃及王甲你的人神以及人民，毋过埃及王毋通搁骗阮，毋准这个民族离开去献祭互上主。摩西就对埃及王遐出去，上主祈祷。摩西是一个讲话算话的人，伊讲就做，就祈祷。所以，咱爱知影，上帝是听迄个讲话算话人的祈祷。所以，换一句话来讲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嘛爱想看卖啊。请问咱的祈祷敢讲话算话？请问咱上帝祈祷，祈祷啥？其实你的祈祷甲我的祈祷一定无共，总是请问。咱上帝祈祷当讲话算话，总是即边埃及王的心态犹原是安尼，所以出来记记第8章32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的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这边埃及王搁硬伊的心，毋放这个民族离开，所以上帝爱摩西搁去埃及王安尼讲，出来记记第9章第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就要用伊的关联更严重的瘟疫，伫你残野的情绪马。如骆驼、牛群、羊群，原文是看，这句话用第3人称，这真特别，因为第3伫10节内底，这大概只有一遍是安尼，就是摩西爱法老好好看，亚伟的手要伫残野你的精神心上。来出现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摩西宣告，上帝手要行动，这是伊真强的警告。咱来知影以色列人用饲牛羊来维生，所以因伫即灾内底一定爱甲埃及人有所分别，若无因的损失真大。就亲像我头前所讲的，古埃及人用真侪精神的形象做神，所以真侪人认为，特别现代的生物学家是认为这叫做炭疽病吼。我其实无啥会晓，炭疽病，A 所是安所的这个病，咱来知影埃及有一个讲埃及的疼的神叫做哈托尔，伊是用牛的迄个形象来出现，
然后另外埃及阁有一只牛，叫做阿皮斯，被称作圣牛。伊死了后，搁把伊尸体变做木乃伊，种伫石棺内底，所以即摆搁会当考古学家挖出来的时阵，搁看会到。然后嘛有学者认为，这个灾害是要互迄个埃及种动物的守护神来得到见效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当然这个灾害对法老造成一遍重大的心理冲击，因为古埃及人因拜精神看因做有能力的来源，总是这个伫埃及互人为人提供劳动的精神。只是因为人的心公硬，就拄着严重的瘟疫。出埃及记第9章第5节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明仔上帝主要伫这个地做这项事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伫这个灾害内底有一个共同的特性。就是上帝已经定时间，伊讲话，甲伊有定要降灾的留有一个空间。然后这个明仔，原文会当讲时间性顶头的明仔，其实也意思是指未来。所以上帝其实是咧对咱讲，伫明仔迄个灾难要来进前。伊要等人真正的悔改，伊要等人的心无更硬。伊若等袂着，出埃及记第9章的第6节，这个代志就会发生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隔日，上主就做这个事，埃及的精神拢死，毋过。以色列人的精神连一只都无死。学者认为，这个灾害是延续迄个反创造的主题，因为伫创世纪第1章26节的时阵，上帝将动物互人管理，但透过这个灾害，上主亲手来提走这个动物。虽然法老幽怨心硬，总是对伊派人去看以色列人的精神有好势无？这个动作，咱就会当明白，法老的信心渐渐在消退。出埃及记第9章第89、第9节是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上主。对摩西甲阿伦讲：“恁着捧归火炉的火釜。”摩西着伫埃及王的面前，将火釜向天压去。火釜会伫第9节吼，第9节，火釜会伫埃及全地变做尘埃。落伫埃及全地人甲精神的身躯生粒啊，真做汤。咱台湾话吼，真特别的，碰归碰。真迄个形动作吼，台湾话种动作拢讲出来吼。碰意思就是迄个用手啦，吼，毋是用什物器具安尼碰归碰安尼摕起来。所以其实第6节甲第3节，咱若注意读，咱就知影，甲第3节呈现的方式拢共款。伫遮并无对话，
嘛无经过，嘛无个互埃及王讲要讲价的机会拢无，只有上帝直接的宣告。所以检测咱嘛会当安尼讲，当人甲人中间的对话无路用，咱就无需要加讲半句。然后，这个灾害是上帝第一遍用埃及来证明，伫上帝手中，人的性命就亲像土粉。人的性命，因为这项代志已经开始到人的性命，所以人的性命亲像土粉。总是即便这个土粉的来源无啥共款，因为是对迄个火炉内面摕出来，然后这个火炉是烧砖仔的炉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是上帝用喙齿行喙齿的方式。埃及王强迫以色列人做炉材，用火炉做砖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上帝就照着这个火炉内底的土粉来刑罚埃及。这个灾难临到人甲精神顶头，就会生粒啊，真做疮。神学家更加认为，古早人身躯顶头有皮肤病，生有皮肤病。大部分的宗教拢认为这是属伫宗教礼仪顶头的无清气，所以若用这个角度来讲，这个灾害只有来到埃及，这更加是上帝透过安尼来提笑这个埃及的神。出埃及记第9章11节刷落去。甚至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述事我都伫摩西面前做这个事，应该咱来知影述事的意思。述事伫古早人的心内底，我之前捌讲过，敢若朴素的，总是不只是朴素，这个述事通常嘛是祭司。通常嘛是敬拜一个神，所以遐只会当 copy， 只会当模仿埃及的术士共款受着病，这个病会折磨到家己救家己。这个灾害更加互埃及甲王认出，啥物人才有真正的关联。出埃及记第9章1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互埃及王的心意，毋听摩西甲亚伦的话，拄照上主对摩西讲的。一开始，随上出埃及记一开始，上帝就表明啊，伊知影法老的心意。伊知影，旧约的学者 Brueggemann 有观察到这个代志。伊讲一开始法老是摩西、亚伦甲以色列人哀哭的对象，因哀求法老看会当放因煞袂。当时的以色列犹原毋望埃及帝国会当运用所有的资源为因提供拯救，甲毋望，总是迄位全地的主开始掌权了后，即集的记号，咱通讲这是上帝的记号。当咱若认出这是上帝的手在做，这就是上帝的记号，这就是新约。即站的记号还未过一半，以色列就无搁往埃及这个帝国来哀求，
无搁期待，甚至无搁对话，因为因已经认清楚帝国的本性甲习惯。帝国的本性叫做讲话无算话，无法度持守因嘴所讲的。王甲帝国颠倒需要转来哀求摩西甲亚伦替因向上帝哀求。所以这位这位近代神学家讲到一项代志，伊讲真正的历史是讲甲回应、哀求甲听所形成的。所以当王的心讲硬听袂见，人真正的哀求就会是帝国的悲哀。因为一个帝国就是现在看偌尼强大，上尾嘛只会当成做历史，总是迄个历史会甲现在无关系。所以真正留伫人生命中的历史，是咱哀求有人听见，透过安尼来形成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上帝即时要问咱：假使明仔灾难或是困境会来，你减心硬吗？你减会心硬吗？当咱认捌搁较多、搁较深这位掌管全地主了后，咱就应该知影，今仔日。咱就应该伫伊的面前真心来悔改，明白今仔日的咱的心思意念，咱的所讲所行，要影响明仔咱所见证到的世界。所以愿伫明仔进前，就是上帝警告也未实现进前。咱会当谨慎自守，互这个灾难远远离开咱，祝福临到咱每一个人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带领，你引带，你保护，你眷顾。阮相信你掌管全地。阮相信你超越时间，你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主。因为安尼，求上帝帮助阮，检查过去阮所做损害阮甲人中间的关系，损害阮甲这个土地的关系，损害阮甲你中间的关系。主求你怜悯阮，帮助阮知影，阮怎样好好，互阮所活地所在来得到利益，互这个世界刷落来的明仔看见上帝的荣耀。求上帝帮助阮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